我是分期，我除了是一个演员以外，我假日有当时会去摆摊。这摆摊呢，就亲像演员训练班同款，每一个人客拢是我演戏的对手。有一个人客当咧丢赌，我随便做是8点钟内底先转别人感情的悲情女主角。这物件真足适合你的呢，你敢讲有够好诶？毋过，你若因为这个物件，互你的生活变甲更加快乐，那安尼？我都祝福你。毋过袂要紧，伊有介意上重要。哎，真有流目屎，哪会安尼啊？哎呦，这个过程就亲像我家己咧搬戏共款，人客欢喜，我嘛应该足欢喜的。哎呦，车啊，敢若一个圆壳啊呢。一个可尔。姊啊，即届互伊车啊是安那？你还有饲毋着无？啊，不是，我即摆有问真详细啊啦。嘿，因为吼，题目是讲要讲红笑嘛，对，练笑花，结果伊煞互我哭，我感觉足唔甘的。嘿，啊，伊的口碑啊，伊的表现啊，拢非常的好，但是欠一个笑点。表演了有够好，嗯搁流目屎，个但是自然。大家笑袂出来，可能是安尼。是，好，夏老师。我感觉头拄仔迄滴目屎，是因为伊家己已经知影袂过关啊。先过严格啊啦，为心肝内底扣出来的目屎。我是盐，伊是假。嘿，